为了支持陪伴弱势儿童青少年，南台南家扶中心甲美光科技合作，选定寒假期间动员济美光的职工，推出晶片应对，透过 STEAM 的学习，包括科学、科技、工程甲数学，将资源找到更较济需要角落。会中学员除了彼此认识，嘛用视讲透过团队来比赛跳较悬，做伙动手动脑筋，感受开发性的学习体验。全世界现在很多的科技来自于晶片，但是今天各位在这边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让全世界推动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各位的学习还有好奇心。那今天我们除了学习之外，还有我们结论之后，我希望各位可以带着满满的收获，知道你接下来在未来的 AI 的领域、智能的领域，你可以做什么。其实可以从你也可以做得到开始。近年来，家扶基金会持续甲美光科技合作，为更较侪囡仔打造新的学习体验，甚至拍开面对未来眼光。晶片营里面会让陪伴着我们家扶的小朋友，南台南中心所陪伴的小朋友，透过一个做中学的方式，更了解我们整个的这个电脑电路啦，然后电脑的运用，然后特别是未来的 AI 的发展，都会在今天的这一个晶片营里面去学习到。对资源不足囡仔来讲，一摆应对不只是学习，更是一段难得的启发。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像美光的企业，持续投入资源来守护囡仔的学习权益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